1963年，被捕池田局做总验。这个党上的学习上的客家后生啊，听见阿爸伫总法过了本人枪，佢用阿爸的旧相机翕了2张相片，含俩每个位后生啊为被捕所留下的第一批人像之一。后来佢转去就离开无下咧，最尾很正式变成一个汉教世界的业人家。60年来，为被捕到台湾，留下众多珍贵的人像。汉家位后生啊，手下机入菜身上。虽然今年佢78岁咧，不过还能继续用人家的翕相机翕佢人生的春夏秋冬。后生时节大概16、17岁啊，佢就真叫按到春天啦，大地废咗啦，我种树，你知道吗？已经啊，蓝天你要搞不同春天了。各位，我的基地到了。基地到了。嘿。哎，到了，让我喘一下。这块石头没有被人搬走。看出去。哦，哇，好漂亮。在这个中港溪的上游。哦。10点差不多，比如9点半就离开了。因为过9点半那个色调就会起变化。没有。那一带拍软，还蛮香味啊。因为本地香会啊。哎呦，咱们有对发啊。有没有见一朵白云微笑？哪道的诗句？你负责见唔多变出来的。哦，唔多变出来。当天的希望，这山的层次更明显。4点多就来。4点多就来。哦。其实也线上翕相都已经超过60年。不过因为佢系中法2年，就按白件的客家式装头出世，农家子弟。
照例伫该只年代，长期安人的农家子弟是冇吹条到翕相机的。不过因为家爸伫日本时代做统创的统一，属实阿曼当日本人的关系，所以本期伫19岁年纪，就有机会命到翕相机。功夫时间啦，也冇一球咧，但是我不卡双双也有日本人哦，唱啊罢了，一个人啊双双咧当个带卡梅拉，有边卡梅拉，可能也唔记得来跳拱啦，就掉落我无卡去，掉两三间嘢，我一年看，我爸看一年看咧那个也咧细鬼喺上。那个卡梅拉咧搞啊，佢搞得佢啊，聽咗當鬼樣，伊冇人去搞啊。呀，佢一講一控制我就是好啦，就等我就一般我爸，讓我妹啊去配位啊，做盤時間，冇用我就兩擺機會來就我是拿下嚟，你睇無所說。一個好高興，一個多少半尾聽到，因為就咔嚓一上。不對，打烊了。来，讲师来。其实，按多年来，叶先生热切系北部客家艺术、老文化的顾问、老讲师，所以今本日，佢就带了10个种，也加10年来佢翕的北部人像，为了以前北部采地的老人家来分享佢业人人生。我是中华宜林客家人，佢特别客家人为讲客的，可能是从阿不卡。因为我公我爸当坚持，到我不卡来什么一家村帮我做阿嫂啊，3个月至少我学得会晓得讲，其实伫中华宜林庄下出世的叶先生，从小就对土法动有兴趣。所以，长为本翕相机，按一年下就眼尾了看到的钢筋变做突发的东西，一下就分到。一摆那是青菜翕啊，翕啊夹夹啊，就那是个相干啊，去写我因为奇怪，那个冇跳那，那个冇见感啦。天摆啊，就会问个做相关的调价。有一種嘅卡梅拉用嘅翕啊，你嚟講哦，你係目睭啊看，咩用鏡頭看過來啦？OK，其實行一按，即係家嘅即講嘅看過去啊，哦看唔出會啊，亂搞啊，有陣時係咧講係要低啦，你按細講照個四方嘅焦土起來，確實就多少用心啊。嗰時搞嘅，佢兩個翕相啊，多數都興趣嘅，很微妙。第一擺翕冇東西啊，第二擺看跳架教人翕，就第二樣嘅翕啊。但是肯定太學問，佢連翕啊，當問題啊，會被照出來。佢照相關嘅跳架幫佢冇落鏡，冇落鏡啊，講冇顧問下去咧。所以後來，規隻宜林其實親無師傅好門。加上佢嘅福海萬子，從頭為本阿哥欺負，近排害佢本阿爸打辦喪事，所以福海帶唔下去咧。1963年，差唔多17歲嗰年，佢決定偷偷離開福海，一個年是我陪親師傅來學翕相。第一擺啊，老阿爸照200個元。講好湯啊，食200，幾時來偷拿200啊？係啊，做啥錢啊？第一擺做啥做水咧，做到假意去到個介紹所去金門咧，小4萬我啊，我曉啊，我帶你一間餐廳4萬，一個月就200個元。因為啊，
个介绍所啊，按拄好了，拢个啦，竹北阿哥就熟识，跟阿爸阿伯在来空个讲嘛，我变骗酒，变溜酒啦。哎好咧，佢就讲呀，今日社本嘅條路，突然間反悔啊！哎呀，上班咧，流浪到台南河，溜，台南我就禮拜到台南啊，攝緊下餐廳，我攞看人聯絡，做嘛？哎，開始啊，我要上來上去，我要看一本書，叫做台灣人。那本書呢，上大啊，對台灣愛傳承啊，三種條路。譬如做醫生，譬如開社會嘅，譬如上賣機嘅病，佢前兩行我難學，佢賣機嘅病我就賣機嘅病，我哋嚟邊買咧？你插琴條旁邊，喺度插琴條嗰邊太後宮，就叫做西門市場。我暗部條嘅嚇，我嗰西門站啊，住唔得啦，就專門生意住店嘛。不了住店冇見人啊，那條個見當年啦，而家中方日報啊，佢要到布告欄啊，那就那個就做民眾鋪啊什麼個，反正啊七種八種啊，買住店因為險嘛，當年嘛4點鐘就本住店就講，搞死啦起來，我要做生意啊，係啊係啦，差唔多啦，就會。都比險好，而家又唔是嗰帥啦，就凊彩啊，迄個苗度啊，面糊細啊，要顯啊，喊變賣體嘅時間，你本嗰邊迄個啊，苗行地圖啊，讓人看人數喎啊，為讓人到個阿婆啊，都去填數填打數，一定要當好，要顯，賣到差唔多哎呀，搶命時間來咧。個新共台學園遊會啊，我想啲園遊會較多人啊，金鳳園啊，你覺較多都會變啊，個兩台筒啊，兩台筒款啊，就送個公共嘅汽車啊，就錯落嗰邊勝利路去嗰邊了咗，勝利路嘅候車室對錯，我呀錯落去一下子啊，看了一本書啊，抬頭書。當台灣呢，像因為像因為年鑑咁嘅台灣，我講有一本書啊，等下一天因為來簽，我見我問我想就做先生講嘅嗰句話，拾金不昧，蒙定，有佢哋見佢介美國人喺度講阿毒嘅啦，見來了。來到邊業頭先聽，老師，你要找什麼啊？是不是這本書？是啊，你啱聽要嘅，真見個多少上嘅神父咯，有修養啊！呢個小朋友啊，你愛乜嘅？食湯嘅嗎？我買湯嘅本來不加，我想把湯嘅本嘢大聲啦講，我冇愛湯嘅啦。你若係送一項東西就好啦。照相機啊，前面有寫個 L 開頭的，看有沒有 ？No， 用個就 K 也是，可以㗎，然後冇 L 嘛，哎呀，冇，想啊，冇 K 咪好啦，已經送去台卡咪啦，送嘢呢，要嘅。兩年啦個。南部嗰個上北啊。南部上北嘅三合院啲間，喺度買，你按你喺。這三合院佢有冇個繁星上做起標嘅波？繁星後背拄喺黃旗山啊，後背黃旗山哦，睇下嘛參考一下吼，穿後背看下，面後背啊全部愛看一下吼，兩年啦，呀，早上住這位係安怎對건芳，건芳裝修啊。cái合作員啊，冇瓦斯啊，冇田啊，煮飯啊，佢冇辦法那種咧對건芳。家下呢種下北部哦，就雙種看到有건芳，看건芳同第二不卡個，講你多田，大部分哦，對了건芳對了，咪落海水啊，都唔會流入去啦，
哎呀，不是啊，这是也不久，我不看太复杂了。上传书法，因为写作为保暖，还有加只草菇啊，错过你比上菇还新鲜，加冻加，大家服务跟南部啊，太服水天啊，冇打爽啦，你也打到天定度啊，係啊係啊，係呢啲啊。其實佢最後翕嘅題材之一，就係客家農村嘅鋼琴。不過按呢個鋼琴，喺台灣大力發展經濟嘅幾十年來，追擊消失體嘅鋼琴。所以在線上所翕嘅呢條相片，當到就會讓南部呢件風風，讓天穹浪，究竟是寸相片，可本人相認的。我從前我就愛撞腰浪啊，睇落變咗愛翕相浪啊，即係講緊要就發色浪啊，色樣色啊，還有就是啦，所以我對牛呢個嚟感情啊，所以我當然就選牛啊，還有就是那個國家有山有紫山哈。自山係上天啊！嘅天啊，我看到急冷冷嘅啦，差唔多一張報紙啊，這個2-3分啊，客家人啊，有啲係最忙講嘅，要山裡客家人啦，咁啊多啲種多啊，多雙邊差不多嘅情況，嗰雙嘅都原住民嚟啦。人總係學會跳，會想去看看跳擺韓國嘅路、大國嘅素材。尤其係從入線上安人，從17歲開始就決定離開母校去流浪，而心上會追求自家未來嘅人。不過該兩時嘅佢，被相片地圖掠到少年，未冇睇得到。所以間人想會喺台南購買本來學翕相，乃有安該。喺台南啊，主要請合好嘅翕相先生嘅附近啊，所謂先生啊，仲有本冇農家，冇咧，就揾故鄉去，加有個啊《中華日報》啊，開始就登攝影天地，貴份報紙啊，我最愛看咧，就會看個片，寫裝啊，差唔多300張紙，個寫裝嘅圖片，通通啊兩寸半染上嘅，完全係等一種嘅人生啊，變樣解放啊，因開單啊，買豆腐啦，買粽啊，嗰種嘅情景嚟看嗰種圖片，看佢用嘅翕，用嘅幾個心，小市面嘅欣賞嘅咁嘅感覺。到夏天，呢啲蔥咧，我加到差唔多中年咧，我自家就理想。嘅年氣啊，凍足啊，起天馬上些起滾一樣嘅，哎呀我天啊！今本日為了期盼浪漫台三線藝術季，而家台北老嘅赤手藝術家結合到彩體嘅婦人家，選了8種入線上跳擺翕婦人家做成相片，完全用手法為佢互拍相片加到色彩落去。其實佢係一個當貼片嘅業人家，尤其係喺下個講男人數位相機到手機嘅年代。佢還係堅持拿起來大片相機，翕起來互拍相片。老師，你這個燈是爬山的還是？
这个捡钞票用。捡钞票。假使详细看入先生的人像，就会发现，地图体重人的元素就是人。从不记得现在手法的两种相片，入先生就会透过这两位富人家来表达记得这清土计较斤两。我问看两种翕挑千海钢筋的，地图负责发量点进的，就后面的解推细酸，落顺当的三个人，因为佢上的表现呢，就会主动的涂酸头。另外，佢翕上注重写实，所以为了翕好一张相片，佢创造会用假日、假正日，甚至假日的时间是等最好的时机。像记到你当地个收的两张相片，就是安尼翕的。也当中就个阿婆，也伫遮深秋，也顺，我靠无那么严。用地啊？我唔是无啊，我也欣赏啊，我伊就当阿啦，本人做嘅作品冇传来咧。我上次问呀，就变阿姐啦，也老公咧，俺叫冇看到，我老公本随佢作社会，你讲去散毒啊，饮酒错啊，又冇传来。太婆本大水大江到了来回唔地啦，但是未来的前途啊，要继续下，所以当然啦，后天的时间7早8早啊，4点钟就出门，因为啊，竹东行到脚步卡，脚步卡行到竹东，至少1点钟来行，降位啊，甲中央所上摆摊的人是一道啊。因为摩托卖摊的呀，卖摊的贵啊，没钱啊，只好摆地摊啊，这样苦难的。反正挑一两摆翕啊，几多人看伊啊，人看伊我就翕啊，翕唔下去啊。后来就慢慢的一步一步啊，去翕睇的，天去转，看去带来回。有三岁那就希望伊阿婆向亲切地位，要去。这样先培养感情哦，佢熟识按熟识意咧。但是我按翕脸上就翕，差不多就4-5摆啦。4-5摆啊，有上些按呢看起，行个脚步啊，就好像冇前途啦，这个前进的力量。讲佢做衫褲啊，那讲仲拍攝冇對比啊。我听摆当我拄到哦，阿婆做副色咧，哦，端庄有个冲量，就挑选顺的行挑选，将你要穿新啊，唔见睇啦，冇个听个2-3行下添到啊，足人去个个，深秋行后，深秋开下冲啊，地图下多东西嘅，样东西2-3万吧，伊做少就嘛有10万元以上啊，有种翕红嘅传咧感觉，慢热当甜嘅，冇翕嘅，有翕到两种唔是翕嘅。差唔多1倍啦，好1倍，冇貪心嘅啦。我就問我，佢哋一件係如果係價錢，感覺做得，哦，翕好咧，就冇貪心，10多步，天南1倍，問一冇冚站，係有嘢，問一冚站就問一個蛋。先黑化，为叫他2种的画面去拍2感觉。叶老师要指导一下吗？指导给他吗？哦，那小串。其实佢哋19岁切个学翕相的时间，就好安逸的写实风格咧。最后来流浪到台南到高雄，迈向的秦师傅来学写实名人。结果秦末就要流浪到恒春、台东、花莲、宜兰，最尾到基隆暂停下来。因为佢谈讲有一个当有名的写实名人家带伫基隆，往长上海。係佢我看哦，佢翕嘅相片哦，那個眉頭當接全，佢挑戰當到火車頭。一个人带点嘛开大嘛，韩国铁记录咯，那个张力啊，当然讲差不多一个张力，那个我就学起来啊，
讲伊迄种个穿脱岁月、穿寿衣跟穿雨衣安样个，所以我就一记得郑双溪运动球，深意的、深好球的，深落记录啊，但慢慢咧去上关门。叫将地方去带那讲起因兜足好呀，用起舞啊，条大渔村啊，见啊5、3年后转来哦，伊就被黄石仓啊看前看后，就原因就当好笑，等下去个黄石仓门那个郑双溪老师，今仔日有伫鱼市场的无？伊就讲有啊，今仔鱼真有转来。迄个，我就慢慢的，看伊学讲诶，郑老师你好，什么代志啊？我错脚啊，什么代志啊？对啊，我就话白了，请抖音的，你不要用我讲咯。遐就紧张啦。无啦，我想要拜你为师啦。什么拜我为师？你要拜我什么？有啥物要掠鱼啊？你啊细汉啊，我很细啊，无啦，我要甲你学翕相啦，翕相，有卡美拉，你敢有卡美拉？有啦，有卡美拉。哎呀，咱来咪看哈，而且两光的卡美拉是未，我未晓教啦，伊讲咱技能来卡呀，我翕个可以教啊。伊讲两个种个叫叫咩学教啊？像你想，无啦，无你内底有欠小工无啦，我甲你做小工啦，安尼。迄开始我就有机会接触郑双溪老师，是啊，后脚不讲我动范里，刚刚留特一双下两篇这个书，就是关于摄影方面的。沿线折射各种作音头例种啊，不得不讲，因本身开始讲法对因服务啊、处理啊各种事情，这还晓得刚刚弄好。还讲年轻些时啊，用个经验，老人讲法目珠的看见，带有笑容讲法满台上，柔柔的讲，电人心啦，莫讲关键，既然你听伊讲。即个讲好路，你前头来讲好路，哎呀我袂晓讲好路是要安怎样咧？爱学啊，要安怎样？老师伫遮你会使问的啊。你嘛目睭结苦苦呢，要学翕相，学翕相就干那学技术尔啦，学做人代志拢会晓呢。你讲遐翕相的遐东西啊，加减成为你个公式化，咱现风度就要改变啦。但是你年轻些时啊，伊咩讲1+1=2啊，伊当作是奇妙妙的啊，伊用个日付，所以讲佢讲，伊个客家话伊冇调剔咯，调剔伊话落模式咯，然后嘢，所以我就一提这个做了差不多作弊，我就上路，下面我带转去吼，翕家我个客家人最大一本章啊。土种苗客家人的进先，所以我农机的这个人生啊、哲学就建汉，我就转去土种苗我就先天北部这种有方山关系，然后就安样方式去翕相样嘢，所以这几年的忙作品之前啊，我就翕当到人像。你爱红旗啊！你爱翕安样有你要那牛耳夫啊！以前呢翕那边油啊，迄有种翕的纬度，你要去监的按抬头的。以前啊，两片的种竹林咯，竹林当多个吼，拍好的要转那底下带，带下就送钱，茶瓜夜路啊，冲带下。拍好个带下蛋糕，互相照顾啊。因为夜路就晚上出来落雪嘛，个就好白天你是条你照顾我生呢，就按就要搞白，所以拍路五路黑路
可能就到时候就告签那款。其实叶先生了作品，唔但将孔辽当到其工人的记忆，同时也留下了了地方所有人的回忆，留下了当到头摆客家庄的文化，然后生活分享。也可能係因此佢從細就會啲中法語念台嘅，後來就到機動學習上了生活，還了到全係客家人非常弱勢所在，所以佢當初就感受到其他嘅族群對客家人嘅打壓。因為講啊，講嘅講法講開量，就多少會講客家話，多少會變成群皮。但係我上奇怪，客家人講客家話。當正常用嘅話，咁樣變成群皮咯。啊，見外省話、河洛話就當太殺，有些，有像些河洛人就會罵你講什麼笑話我都聽無啦。我講你咁樣叫落去啊，最後客家人真係冇，我喊呢按用人相哦，協佢啦，如你咧發表，佢力量係大嘅，所以人相戰難係一把刀嘅，有些。所以我哋把當嘅不是按攞俾你，然後俾你啊，從呢30米多嘅插落去，唔會流血，放出來很好，啊，夾一個人就咪痛過俾痛，係有嘢。然後開始我出國咧，我開始當攝影師，按照秋天啦。屬於這樣。對參加的是這樣，按照如火春香，我們講如果當攝影師啊，然後呢。其實有很多人，那個葉彩一定很巧，才會用到塑膠袋。我也收到很多低調。很多粉絲啊，寄相機袋給我，我就不需要，因為有時候這樣裝一個相機袋，我的那種相機袋我都裝不進去了。如果這樣拍就不速戰速決。非常簡單，就看準一點，這樣一穿1分鐘之內。1分鐘之內哈，這樣就看準了。只有5秒。那個就這樣。打開。2個3秒，這樣就拍起來了，就完全不用眼睛看。到了場地哦，就開始就把鏡頭先換好，看到了場地馬上就拍好，馬上就離開了，就對了，就走着了。所以我就會靜的來悄悄數，這是我的手拍法。很簡單，收也很簡單。因為這個塑膠呢，你要常換啊，因為它就會稍微吸收垃圾，一種灰塵。人家都看不起眼啊！是，我们掌聲鼓勵，拍照没有什么好炫耀的，我们不像一般摄影协会啊，为了炫耀相机排了好几个，我就摇来摇去，结果我办不到，我主要出来就是拍照，为客家影像，赶快收越多越好，办展览就比较丰富了。就是我们去跟叶彩老师在拜访他的时候，当然我们就聊了一些他的这个学习工作的历程啦，然后同时他也带我们进去他的暗房，那我们进到暗房呢，其实都非常吃惊的，那所以我刚刚在访谈的时候提到的那个古早或古典的年代里面的这种工作方式可能某种克己的淳朴的精神也有吧，但是对我来讲太震惊了，特别在这个数位的时代里面，那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个现役的古典暗房这样，它还在 work 的
简单讲，暗访就会勾起用传统的大片翕相，为了写种大片地图的人像，透过平台机、平台到台中的相片去显人，最尾佫利用热水让显人个的相片冲洗出来。因为几只显人的过程，总毋得本外来讲人向导，所以才会伫暗访地图来操作。不过为正式实相以前，还得先做一种起条，看起条哪角的曝光，注意适当。挑遐起，先2苗，过来2苗，起种是一角哦，后两张的可能9苗，也挺变革啊。又比个碰风差多点，好麻烦对位啦。挑落来记落来。大部分啊，那智商还是差一做米来啦。可能按着讲，按样搞啊，看唔到啦。其实两件暗访，平常时就入线上公认的见访，虽然合无，不过你下大家所看到，其实声音所翕的很多雾拍相片，才全部係伫两位冲洗出来的。到电影的时候，就差不多1-2分钟是可以开了。好了，按讲，我这里动不掉哈。还按照暗访技术，其作品前的记录就学到咧。后来作品3年转来，拄好就帮佢拄到美国的伊斯曼公司，提一摆我哋台湾引进入人士。台湾呢，要5位，我直接要去报名。他就说应征摄影师，最后一招哈，你里面这5位有没有人会做暗房的？3摸卡数，可能会3我卡数。卡数啊，去还没敢相信，真的啊，你真的会暗房？是啊，我只会做暗黑白的，没关系。一共没关系，那就我现在。有黑白底片，需要你帮我洗一张，谁去看哦？好的啊，我老啊郑双这2票人啊，就是做暗房的工作。这样哦，我喜欢你拍的风格，伊讲佢当然也喜欢嗰种啊，挑钱，火风边一条个台菜水准啊。这个太牛骨啊，这个肉的食材啊，牛背当就个拍壳的，那牙酒剪啊，迄个叫这个比武啊，上前呢，眼睛啊就个武功技善啊，五指善啊，哦，你看伊看你讲当宋爽啊，样嘢啦，伊就安样嘅，讲伊将来就去安样的门徒就好咧。家下咁讲，输出太少。来唔差的，这样可以是啊，强迫自己啊，学各种文学，可以是啊，按不了啊，操练一下，先按中学日文啊，日文啊，等，所以我考摄影师就本人笑，给大家照相馆的师傅啊，我们的大学生啊，去问下学历啊，我冇讲嗰啲乜學歷，我小冇畢業。佢講啊，你國小冇畢業，你又要講考這個攝影師啊？我唔知什麼攝影師，我嚟考看下啊。原來對，比如一般驗到，開始學中文啦，從個踏出第一步，真正自己要跳出來，打出天空，天空就無限嘅。1975年，佢29歲開始擔任伊斯曼公司的業人士。為了出版一套64本、紹介世界超過100年歷史古蹟的書，佢開始行到全世界50-60國家。未開始就機會，
因是都遇到世界有名的艺人家，像法国的布列琼、日本的千田真三，到美国的安室阿东士，尤其係佢參加過阿東士暗訪的工作坊。伊的暗訪一張相片，城市走動功夫，跟台灣就專門做了強烈撕裂對比，講究視覺啊，了就因為變成文化長途冇用到，所以因為多啲會提醒啊，這個暗訪啊，就要求啊，自我要求啊，會很嚴謹啊。自我要求嚴謹啊，做事情啊，有線條啊，做機會啊，自然就可能就當講，比如可能像專業狀嘅啦，其實係一個習慣啦。每年，人民客戶會村的幾隻莊頭都會舉辦總統特別的祭典，按照獻水廠。而同樣270年前，也會做台水，仍是睇假千年的事件。我有一張系列，按照台灣水文化，多啲個喊忙吸手啊，有人說講吸冇慢些，我就收睇啦，對，兩個翕，兩方面的作品我就喊忙做發表講啦，有些啦。所以了這祭典，立先生伫5年前就設來翕過一擺咧，和今年又當講過來過翕一擺。其實作為一個寫信嘅人家，佢追求嘅係價值，係做得永久流傳嘅經典，所以唔是翕到，咪唔是看到乜嘅就對你去翕，因為只要有一種係經典就拿咧。喺安樣業人真心，其實未喺佢3年時就開始培養，而且到佢29歲出國做伊斯曼公司嘅業人時，未喊係安樣。呢邊嚇，我帶一班人啊。其實就一辛苦啦，所以我睇過幾兩人一起看啊，就可以轉你自己家鄉看沙海、看鳳陽、看偏鄉，我就冇辦法做得，我兩邊人多錢，所以下一場我去那邊，我就偷偷去做功課，我要去偷偷去嗰邊買到，佢嗰邊可以出產那個書嘛，做參考嘛，這個係秘方。這個發展，我未想老啊！我以後咗我一代去啊，了解嘢啦，大概都寫好咗，一個人去就國會啊，我嘅，係樣嘅，所以係要係將嚟做嘅，我係做法係樣嘅，係部分啊，就從自家先時啊，多花1萬人有年田啊，讓地區哦，也特別所在係咩東富啱。就當到佢長夾嘅，可能一3個人啊，叫佢會就減來啊，就當老虎食人狀嗰啲啊，等於講嘅啦，所以一天啊花到錢當地嘅警察，嚟到去保護嘅。你能夠帶利沙時間啦，都啊感覺冇強壯啊，跳咗就好老跑了，冇帶到天光了，佢又冇對台門出咯。就充滿這個料啊，做下了。哦，走了，你看，我去不？葉先生亦向伫全世界佇了89年。1983年，佢伫法國巴黎，還用兩種利用暗訪技術合成嘅相片，得到國際人文音樂業人比賽第3名，還有100萬嘅獎金，攞英國風格業人博士嘅銜頭。唔止安因，佢哋比賽地圖還拄到一個評審，竟然係夾把過去嘅好朋友，後來還帶嚟幾次機轉到自家嘅故鄉。最後啊，
记住较古人话，安尼，不卡就客家咩哦，专利较好啦，专利照顾老人家。那老人家若冇出来啊，你咁讲，你巴黎还好，伊就转来巴黎啊。意思会转啦，我那个提示讲好来，我在记到东西不去做纪念。放大机就分上相啊，灯头啊，放班啊，或者主干啊，咱记了，找那种组合。我讲两个相凤台机哦，凤台相比才一级棒啊，所以比一般的相关了，对不？重新公司有多，要去。1984年，佢轉到台灣，也美就伫新竹5米新家，慢慢來去翕土種苗提起嘅人文風俗，然後農家生活，利用朋友送嘅解體平台機來創作。1990年，佢喺北部賣屋開上館，雖然上館仍維持營業，不過每本佢喺北部打出名聲，所以1998年，佢找到幾個北部嘅頭人。新港舉辦了第一屆嘅北部膨風節。甲北部啊，農會新選出來嘅總幹事，青春國呢一個思想啊，我一般冇看嘅。咩個單槍啊，每年我辦農產品推銷，伊哎呀冇完事。應該將本村啊，嗰個藝術家，文化結合經濟產業來配。哎呀，推廣哦，當就難做，所以移動這塊的時間就開始啊，好就搶了專家啦，葉日才你負責錄像跟展覽，簡單講嘅讓將啊，搞得清楚，透過啊，你將來負責也識你啊，你打下住啊，就能秒間從過從用到知道，過來就係一個看到文學家運動面中。佢確實為因客家嘅文化建設啦，要開到哦非常前面，所以就天二擺辦豐富節啦，我哋一辦豐富人也做啲一分學啊，一講啊，一前做乜嘢訓練，就強嘅用他呢一個重心就宗教政來主持節目，然後那個扶持團嗰邊，嗰邊這個北部代表市民公眾當番咗，幾年了。文化體系的改變不必不光要推動多元出來。冬天我就見到蘇東義嘅，佢65年啊，我一開始啊對自家講嘅話，負責啊，講係真緊嘅啦，你社會還要幫忙啊，你係啱自信啊，應講了，佢應講使命感，你係咩啦？呢位係專門展覽日本時代北部作家梁任中嘅文學館。今晡日，入線上當講大一個福海洗面水，我來為頭石木瓜樹來淋水。原來係為了復現日本梁任中嘅新名作品《刺入木瓜樹嘅小徑》。呢位本來種有3條嘅木瓜樹，後來唔定有蠻多條咧，入線上就當講個補種一條。沐浴航母的保護它，那麼就也讓它有堅強的生命。喂，小姐，三位美女。其實入線上做嚟講，當日之後很多咧就會過來行看看，就像看過梁任中文學館係叫自然穹窿。是那個。所以我有條木瓜仲有含義啊。除了梁任中，北部還有出一屆在日本時代出世台灣第一代業人家田南光，所以算係後輩嘅入線上，特別當然會被啲過去嘅人上紀念館去行繞繞。
Hello， 你好。啊，你好啦。看田南港流入线上的人像，一定会感觉凉沙的风景当上唱。其实，佢條涼沙上漲為40年，出身未漲當到。喺算係北部強風年嘅田南港，高中就到日本讀書，讀到大學畢業。20空水的日本翕相就不是得獎。繼入線上呢，佢就未強浪的20空水退伍了，就從頭得獎。但係佢讀書，實是讀到小學5年生就冇讀咧。佢天來行自家嘅路。是乡土最怂的叶才啦。今天要在我们的邀请我讲一些北埔的故事。其实我拍照是比较多的，但是知道一些北埔的历史也许大家看书才知道，我看的是真实一面。其實對入線上來講，北部族來講係佢哋少年時就開始把人翕相機。行遍大隻莊頭到山那別角，都見翕超過60年的地方。喺北部雖然未嘅出生地，但佢性格理念都老嘅故鄉。所以下，佢就長期先了田南港到兩人中嘅腳步強浪，為用嘅鏡頭到人像，繼續為客家文化傳承來打拼。那以前应该是窄的，已经很窄了，现在就风貌要改过了。是，所以你这样的色调是还是软色调，庙的瓦是软色调啊。这个樟脑树叶就刚好就很搭配，拍彩色很搭配啊。以前我那个做阿公的人就让那个一台传一台，慢慢传承做到咧，哎呀，对大家呢个交代非常重要。帮他洗澡。其实我跟老师应该叫忘年之交了哈，就是因为他一来我们到北埔的时候，其实他非常照顾我们。然后呢，他第一次的那个摄影展是完全无偿的，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钱，那老师就是无偿的展览，然后就那时候得到很热烈的回响啊，大家都会开始认识我们北埔的一些在地的，还有台山线上的风景。那我是觉得我佩服老师的是，一个人可以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啊，这一件事情却是他这辈子的最爱啊。那我现在话不多说，等一下可以听听老师的成长过程，是真的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掌声欢迎。人的人生不是就是一刹那而已，每年都有春夏秋冬，只是人的春夏秋冬感觉不一样。现在我就来讲叶才的人生有春夏秋冬。